我告诉各位，我刚好那个张武事件呢，我刚好在台北，我体会很深刻。这个时候我碰到这种状况，大家我们本身跟我们的后代应该要怎么来防范？第一个看到远距离有两刀的，赶快跑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在那边观看。那一天很多人就在那边看着，等于是傻子被电住，就是赶快跑，第一个赶快跑，不要在那边逞强。第二个，你要靠在那个墙壁的地方，这个墙的地方背后比较安全，然后前面你拿个背刀，那个高铁或者台铁这个椅垫就可以拔起来，就可以拔。我们的背包就可以拔，就可以拔。打了以后，赶快跑，不要跟他对抗，他那个已经发快，那刀的人他的心态会有问题，这个要特别要小心，提高警觉最重要不要说逞强，我们要去对抗，要去救很多人，那有警察。现在台北车站人少，警察多，各地方都是一样。现在这个治安单位，台湾已经有警觉性了，这个是我们大家不要再恐惧，要安心。这一点是比较我这个在那边所看到的状况，我各位报告一下。现在职位已经来了，我们就开始这个交给子琪，这个正式这个开会。